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圣诗438首，阮犁田也好种子，阮犁田也好种子，无久就会不依。这是对主大气力，雨水时常灌压，冬天落雪坎地上。热天湿气培养，搁使清风甲日光、甘雨轮列参园，四围逐项好。何物是主所赐的福气？着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
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第4篇103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人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法官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勇壮。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爱，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咧，伊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风一掠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久，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囝囝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这声你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你拢着称赞上主。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我要阿乐你，我要称赞你，因为你驾驶阮，保守阮，看顾阮，带阮进入到你的怀抱，甲你的慈爱，阮嘛要向你认罪悔改，常常用阮家己的方法来伫这个世间，毋知影向你祈祷，阮嘛伫世间上，互撒旦魔鬼来利用、来欺骗，才来袂记你的面，求你赦免阮、怜悯阮。阮搁再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阮的微小、阮的犯罪、阮主权、愚妄。主啊，阮搁再一遍大声来求告你，听阮的所求，请你将活命的路指示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平安甲喜乐。主啊，你是阮的招伴，你是阮的倚靠。主，求你来大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奉献，咱请即次来收奉献。姊妹，咱今日是感恩节，咱小等的
牧师讲到了有特别感恩节的方言，咱只是这个方言录啊，请咱唔通用吼。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赏赐万美的耶和华，阮伫遮感谢俄勒你，感谢你赏赐阮所有属农工商、所有的职业、所有的工课会得到。主，阮嘛求你来扶持信你的人的信上。主，阮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感纳。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2022年感恩节主日，本会上早起举行感恩礼拜，互咱见证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周报内底有感恩奉献的地啊，来祈求新的一年来愈较丰盛、愈较蒙福。第二点，又从国小停车场已经开放停车，敬请有开车的兄弟到停车场来停。本会场地敢若会当停摩托摆。第三点，本主日对本会发送，就是今日吼，就是今日，等下散会的时阵，咱2023年的油厂教会月历，敬请兄弟来领取第1楼，第1楼每户1份，每户1份。第四点，本主日本会举行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是今日早起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伫副堂头前，请要关怀的人早身份证来排队关怀。关怀的人会当得到一份的精美的礼物。第5点，本会70周年的金婚夫妇表扬还未领取的名单如下？咱大看吼，有7对吼。本会定伫12月3号拜六下晡3点到6点，互由咱陈牧师甲长老来专程来送达。第6点，本会定伫后一个主日，就是12月4号，上午早起10点举行黄国伦音乐见证会，黄国伦的，伫主堂进宗甲清风的3个礼拜是做伙，欢迎邀请牧道友来参加。第7点，本会定伫下一个主日，就是后礼拜下晡2点到4点半，搁12月11号搁隔一个礼拜下晡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举行
幸福讲座吼，并且有邀请幸福小组的 Best 来报名参加，嘛会当伫网络顶悬来报名，请各区的区长伫本主日进前来整理名单来送互办公室。第8点，本会定伫后一个主日12月4号下晡4点半，就是后礼拜吼，下晡4点半到5点半，伫咱的油厂敬拜中心举行2022年的圣诞点灯活动，欢迎来参加。参加以后吼，佮有准备一寡礼食物吼。参加的人伫本主日进前，甲大家小组甲办公室来登记报名。第9点，下周主日12月4号暗时8点来召开12月份的定期中职会，地点是伫主堂，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来列席。第10点，本会今年的圣诞节活动如下：第一小点，12月18号主日第2场的礼拜举行洗礼式，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义洗礼，请伫12月11号进前办公室来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的，爱参加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当日第2场、第3场的礼拜是联合的。第2小点，12月25号主日早起2场的礼拜举行圣餐主日甲圣诞赞美礼拜，是教会圣歌队来献诗。第3场的华语礼拜照常聚会吼。第3小点，本会甲市政府甲圣光爱基金会合作举行圣诞洗手爱无限关怀浴室的活动，鼓励兄弟来认献，每户500块。圣光爱基金会相对的补助500块。疫情期间吼，做伙来关怀咱油厂敬拜中心清风的敬拜中心附近的伊遐百姓吼，来4级的贫户200户，每户1000块的全年礼券加圣诞礼物，敬请兄弟做伙来帮赞。第二个大点，具体消息。第1点，互助社。第1小点，青年创业贷款专案利息利率3%。欢迎大家来申请。第2小点，社员消费。可能省略就好啦，该看，逐礼拜两要报。紧报迄个第2甲第3。第2个啥？迄事本会刘明清长老查某囝刘家恩姐妹甲魏进轩兄弟定伫2023年，就是明年的1月14号举行的结婚礼拜，当日暗时伫林皇宫5楼来准备喜宴。女方家长诚心邀请各位兄弟，若要参加婚宴的兄弟，请伫本主日进前来伫外口的迄个柜台来填写要出席的人数，互女方来准备来备办，感谢兄弟。第3，姊妹的牧区定伫12月3号早起9点半举行联合的聚会，主题就是家暴的预防甲保护。讲师是吴慈恩牧师，欢迎兄弟伫11月30号拜3进前小组长，也是讲伫办公室来报名参加。以上第3教界消息，咱请答牧师。高雄中华福禄寿公布12月7日下早起伫林皇宫饭店有圣诞的赞美礼拜，费用500，咱的福禄圣歌队员一人补助200。
咱伫即个主日进前，爱你属为队长来报名。第二有报名共中会抄写圣经的兄弟，伫12月初4，就是后礼拜爱完成即个稿纸，交到办公室吼。那过期就袂当来送件。以上。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50到第7节，白话语伫229页，台语汉语本伫228页，和合本伫280页。腓立比书第4章第5节到第7节。恁来看，我来强读。恁的孙良着对众人显明，主近了。一概未得挂虑，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而乐，咱请上年献歌队。
感谢上年圣歌队用美好的歌声来阿乐上帝。感恩这个见证分享，咱请王明道弟兄，伊嘛是引带我进入到友商教会的一个基督徒，伊的家庭有美好的代志，嘛有足稳定的代志临到伊的家庭。咱请王明道弟兄。要企面顶讲，无你爱夹，莫讲。迄个要考试煞袂记夹笔啊！对，安尼较分量。牧师，这个各位兄弟姊妹，讲就是伫遮讲袂出欢喜甲感恩的代志。伫要讲以前，当拄啊唱圣诗也好经济，这个礼餐后的补演，迄个时歌我想着讲，伫这个感恩节，咱教会伫10月15拜六伫林皇宫举办迄个感恩的70周年的时阵，真感谢上帝。经过小会、中执会的引准，互我有这个机会伫遮讲出我的心声。伫感谢的中间，真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讲出我70岁，伫义庄教会已经成长，为细汉到进入69岁。今年69岁，伫这个中间，咱互我受到足济个伫我身上发生伫我身上，免怎伫少年为零开始奋斗到事业的高峰，这是我的过程。但伫这个过程中间，互我会当虽然有趁几啊千万、几啊栋厝，但是呢，我可能人讲的讲得意忘形啊，得意忘形想过讲欢喜，煞将上帝放袂记一日。然后最后，遐钱拢过去。当有的时，当零变到事业的高峰足悬了后，你看，伫迄个得意忘形的中间，袂记即上帝。然后你看遐钱全一无所有，到最后。到转来咱教会，重新去做这条稳定满满的路。首先，我要讲第一件稳定的代志。真正感谢上帝，感谢主，一路行来，互我行过一款的深渊无放弃我，甲我的家庭。但伫这个中间，我搁一遍反省、检讨过去，看钱较值一切，互我一心拢追求世间的物质，
荣华富贵，甚至当初较无的心，依爱上帝，即款的心，到最后拢互钱捆绑。啊，最后呢，厝一间拢是拍卖，了遐钱拢无去啊。结果呢，最后都找到，都互我有火热的心，都倒转来，行入教会一款信仰的道路，为定心的点热靠主来得胜。啊，照着祈祷，有当时啊，静静地流目屎在反省的时，求上帝怜悯我过去所犯的罪。经过了5年，这5年搬厝的中间，受到老明前长老的照顾。迄个时无拍算，本来是要搬去周美惠因兜，无想到有变化。这个计划有当时会变化，所以迄个10点外暗时10点外，阮的组长做率领一个保养厂头家曹瑞弟兄，安尼10点外搬，暗时10点外搬到12点，结果无成。伫即个中间呢，一直到2019年年头，即个咱的上帝为我开了一片门，互我有准备进现在大个所在，就是王牌大楼3楼。互我全家有得到真安稳的所在，真感谢上帝。这一切拢是上帝美好的列美甲安排。第2个文件有2片火烧，这个火烧实在是讲起来天有一片啊，真正天有一片。当我要起来。要办代志的时，我是讲，就拜托阮妈妈，迄10几年前的代志。可能老人可能记忆也无好，但是咱嘛袂当怪啊。伊赶紧要来教会做礼拜，结果迄雅士罗所无开洗袍的，这次到我倒转来，伫高雄倒拼倒来，到一阵内面，迄阵伫基公伫共洗出来，遐到迄皮狗为内面冲出来，我着惊，全撞入去，一时阵吼出来，上帝我赶紧嘞，迄拄着代志，袂使车狗啊，袂使车蹦，安尼车狗会做无好代志。冷静求上帝，互我有真紧的气力，因处理。加在差头5分钟，就烧起来。结果，迄个时阵，我流目屎，第2个流目屎，就是伫瑞仁路海哥大对面那条路，瑞仁路，金乐大楼4楼半。我迄当时8年前、8、9年前，迄间厝要卖，拄着火烧啦，咱实在是伤糊涂，要和总体讲话，煞袂记迄火关较细，迄内面3、4个各大学生，老板，怎较有代志？我用撞的，上帝啊，主要说，啥物我赶紧，全用个歌，他们
你若热起哦，袂使用水哦，火上加油，你会死，你会惨啊！好佳在我有即款小小的常识，你若会倒，袂使用水哦，烧甲走无路。结果我谈了，我迄时间一时水吼出来，主耶稣上帝，你伫我身上做真好，会恩典满满的代志。我迄个时阵，较感谢讲，即款的代志啊，无讲袂使。第三，这个经过了，我感谢主的保守，互我有上帝的慈爱，吐伫我的身上，互我这个家庭摇动哦，无过有受到灾难。第三个问题，我要讲，我参加所以我真常是要分享，拄着忧郁症的人、躁郁症的人，恁来听哦。拄着这个镜头，第一，恁拢伫无运动，真正，现在无运动，你到耍手机啊，无得暗时啊无困。你看上帝足奇妙，创造人哦，袂使有两粒肝，一粒肝尔。你若两粒肝，你比上帝较厉害，真正有影。你也袂爱困，啊，就较紧死啊，较紧互上帝调转去。后生啊，最近死几个，拢少年啊，是安怎？因爱耍手机啊，爱作恶啊，伊比上帝较恶。上帝讲：好，你搞怪，你欺负我，你看我做无，结果上帝甲你调转，40岁左右尔，后30几岁，最近发生的。所以我伫遮要呼吁所有兄弟姊妹，若有听到我的小小的心声，恁一定爱记。第一，暗时爱较早困；第二，水爱食有够；第三，蔬菜食较清的，食较济。哦，水、蔬菜，得营养品。哦，这就是我小小的分享。第三，我伫小组受到这个阻烦。以及甲组长遇到，伊伫我的身上做出非常多的代志，就是讲无管爬山、跑步，伊拢伫，尤其是组长遇到拢伫我的身边，在保护我，都甲我录影，看我有安怎。哦，伫这个中间，这个。有敬拜拜五聚会的时，拢伫因兜的时，拢无咧讲政治，拢看圣经。若拄着，阮有读3本册，一本册是3本，有经过3本，一本是战胜你的口舌 ，Taming Your Tongue， 战胜你的口。这本册我足意爱，因为伊甲我的生活。有密不可分、足关联的代志，所以伫这个中间，哦，我有爬几啊支山，受到在座阮的组员无放弃我，捌去金门，捌去尾寮山、七尾山，北斗山，捌赛跑，遭遇到。安平马，江爱马，即摆江爱马，我都甲高雄弟兄，你也袂报名，爱赶紧报。你有甲我讲，阮前几仔伊又陪伴我去走江爱马拉松，所以一切，一步一脚印。组长都，你爬山的中间，因为咱袂晓嘛，毋捌爬，排一寡。行李迄款背包，真了够重，在拢无经验。组长
他暗时10点外，在率领这个阵容弟兄啊，操落迄个保养市场的头家去阮兜甲我检查，我的装备看好势，即款的遮点点滴滴，互我感受到即款的温暖甲尊严啊！所以，伫即个爬山中间，有哪出嘴啊！迄骹筋筋踢腿哦，足车咱的。诶，组长甲阵容弟兄，迄个名单啊，较紧的哦，时间伤长。好，啊，这我讲了，你讲了，这一切哦，实在是受到主耶稣上帝的热美的安排，甲真感谢。所以，伫我村的每年啦，会进入70岁。伫即个村的70岁，即个最后的生涯啊，我要到祈求上帝，互我有村的活命，会当紧紧牵牢伫主的怀抱，互我村的时间会当做出有够意义的人生，这是我小小的感恩。好，感谢主。感谢王明道弟兄的分享。感谢王明道弟兄的分享。啊，我用10秒的时间来分享伊的文典吼。3礼拜前，我甲伊做伙走一个马拉松，吼，毋是马拉松啊，12公里，12公里的自头到尾拢无停。你看要70岁一个查某人。体力有够好，改变，感谢主吼！来，刷来讲道要学习凡事感恩，咱请陈牧师。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安排平道兄伊真早就准备，吼，所以准备啊足丰富的，吼，伊写的物件写甲足清楚，吼，啊是啊要讲可能爱讲20分啦，吼，感谢主，吼啊，因咱时间有限。不过咱伫感恩节前面咧办见证，见证就是讲，伫伊个身躯顶会当领受即个恩典，啊，你嘛会当；伫伊个身躯顶会当有一款的改变，你嘛会当；伫伊个身躯顶伊会当领受即款的祝福，你嘛会当。你讲见证就是讲，当咱为耶稣来做即个见证，就是咱。听的人，还是所有人讲，耶稣吼会当各做一遍的即个信业伫我的身躯顶。明道兄就是较早对政治啊拢真热心嘛，即摆拄啊想选举选了吼，选赢吼也困袂去，选输也困袂去，吼。若足爱趁钱吼，趁着钱欢喜啊困袂去，但是了钱吼嘛困袂去。安尼，我安尼讲就是咱的人生啦，即咱就是感谢上帝。当咱听上帝吼，咱就迄个顺境嘛困会去，逆境嘛是爱困会去吼。我靠上帝，所以今日牧师吼就是用这题目讲吼，保罗吼讲咱学习凡事爱感谢啦，爱感恩吼。头拄仔咱的。上年生活伫吟的诗歌吼，就是为了上帝的创造，为上帝伊的看顾，伊的引带动，实在咱就是要感谢啦。吼，咱即马拄了疫情，咱拄了真侪可能辛苦艰苦，种种啥咱嘛要感谢啦。感谢上帝，上帝怜悯我，上帝帮助我，上帝引带我，上帝听我的祈祷，上帝互我。会脱离这个危险，会经历这个艰苦，上帝互我会当赢过。咱的生命中间就是爱学习感谢，这个感谢是非常重要的代志。
甲娱乐嘛，共款足重要的代志。人，你爱人甲你娱乐，还是爱人甲你嫌？一定爱人甲你娱乐的啊！你爱人甲你感谢，还是人甲你怨叹？哦，应该是爱感谢嘛。咱的上帝嘛共款，啊，上帝做咱嘛是共款，所以咱就是上帝所做的，咱就爱上帝所爱，咱也爱爱上帝所不爱，咱也爱所以咱的小组牧师也讲足侪解吼，是咱的小组爱分享感恩的事。因为你若愈感恩别人就对你也得到帮助。你若伫遐吐苦水，别人嘛受你影响。所以大家有艰苦，毋过你会当感恩感谢上帝大家人为你祈祷。我相信迄个艰苦会转变，艰苦会转变所以牧师定讲迄个天天感恩恩更多。天天赞美美更多，天天喜乐乐更多，天天祝福福更多。不过咱天天忧愁愁更多，天天痛苦苦更多，天天埋怨怨更多逐天拢苦毒毒到那济，所以人就是安尼像咱明道兄，因为伊的妈妈是我看是真敬虔。我听伊的祈祷，真敬虔。我最后伊要倒转的时候，我有去营帐看伊。伊伫迄个病床中间，伊为牧师祝福，我嘛真感动。表示伊有一个真好的信仰毋过做囝的话，都伫迄个人在福中不知福伫恩典中间嘛毋知影恩典感觉理所当然所以对上帝就较清清彩彩结果上帝对你嘛有较清清彩彩。我会记我较早去遐看讲你袂当互你的心田芳你爱互上帝徛起互上帝话充满互上帝来掌权毋是干那一个干为着迄个毋是上帝所爱你热心的代志，哇，足热心趁钱结果上帝若无赐福你我说嘛无伊。但感谢主，上帝真正疼伊，因为伊是义人的后裔，上帝袂放伊出去食，所以虽然无伊上帝互伊阁租厝，阁会当买到厝，阁会当工作性到70岁较早拢安尼，干那后边顾身躯毋过即马会当爬一山，阁去金门走马拉松因这个小组，我讲运动也是足重要。体力就是咱的能力，无体力要礼拜我都无法通来，无体力要祈祷我祈祷无法来，无体力啥物拢无法度。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疼伊，互伊会当倒转来。我相信你迄个70岁以后你所为上帝做的比进前做较济迄个讲迄个路尾荣耀要赢过先前的荣耀。望咱每一个人咱来当互上帝用不管咱几岁我相信咱就要开始过感恩的生活，过娱乐的生活过欢喜的生活，过祝福的生活。这是咱即马咱的长辈就是安尼。这个世间有足侪纷扰，这个世间有足侪问题，烦恼袂了你免替上帝担忧上帝掌权。上帝掌权，我靠上帝。这个咱的基督徒中间一个王建宣部长伊捌一家咧分享讲，闲的人袂感恩伊就讲因为人拢甲代志当作理所当然像讲迄个囝感觉老爸你甲载我去读册是安怎？理所当然伊讲老爸逐工载伊去校的从敢若毋捌咧甲爸讲爸谢谢。有一天因为迄个爸爸身躯无爽快，无通载伊去。哇！伊今日阁要去下早要去剑道表演，要上台表演啥白虎要安怎？隔壁迄个阿伯讲袂要紧啦，我载你去，我桥路载你去。
好甲早起吼，伊会赴去表演会当表演，逐工拢甲感谢阿伯啊，感谢呢，感谢呢。因爸就感觉讲足奇怪，讲问讲囝，我逐工甲你载，甲会暗捌甲感谢吼。好，逐班甲嫌讲哦，徛较紧的啦，徛较慢，徛拢袂知。你哪会拢无甲感谢？迄个阿伯还再一届，你感谢甲，你都阮爸，吼，这是你应该做的吼。其实咱有时对上帝嘛安尼啦，上帝互咱足侪恩典，咱嘛毋知。互你有空气人输，互你袂跟人少，但拄仔咧感谢，迄就是安尼啦，吼。迄个美国有一个90几岁的阿伯啊，去住院吼，因为爱买迄个护膝吼，干那护膝好贵，美金200块，伊就喊出来，哇！迄个护士是讲，你敢会喊，是伤贵啊？毋是？是伤贵啊？毋是？毋是啦，因为我90几冬我上帝互我免费的空气数90几冬我都毋捌甲上帝感谢过。我原来知影讲空气遮贵啦，呀，这就是咱感觉理所当然，有的人感觉讲，我今日我会成功，我今日会趁钱，这是我的名好啊，所以这个王先生讲伊安尼随上伊30几岁安尼就做官拢得升为迄落司长、所长、处长、部长、院长，你若是毋通感谢上帝，拢讲这都我努力啊，我拍拼啊，我有才调啊。但是讲毋是啦，这拢是一切拢上帝问题。你若无拄着这个人甲你牵绳，无这个人甲你帮衬，像讲明道遐，若毋是迄苦甲你带入去义德小组，义德因迄小组搁要接纳你，搁要帮衬你，你今日可能倒里面床咧喘啊。也这咱。通常就是爱感恩，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透过这个人帮助我，透过这个代志，互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所以咱使徒保罗写这张批腓立比4章，这节咧讲这节的时叫咱着欢喜咱着爱谦让，主来你近啊。所以，咱凡事者就恳求祈祷，感谢将你所爱甲上帝讲，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伊会伫基督耶稣保守你的心、你的念头。保罗这就是伫家国中间啦，伫家国是足歹的时阵啦。另外，伫腓立比的家国伊也个嘛是加上吟诗唱歌，照常祈祷，神了就发生啊！上帝要成就的代志就临到，所以。咱应该着爱对保罗这学习，咱凡事就是爱感谢，顺境当然爱感谢，逆境有时你嘛爱学习感谢顺境你感谢，你若感恩，我相信上帝会哪祝福你。伫逆境中间，这是无简单，但是有时上帝透过这个环境逆境是要。互你会当来成就伊所要成就的，所以有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叫 George Stott， 伊伫1865年伊要去中国宣教，但是伊这个 George Stott 这个人伊去19岁的时阵伊的倒骹破病，所以无法度甲迄个骹切开，变这一支骹尔。两支骹人都无爱，你一支骹谁要爱？所以伊去迄个应征讲要做宣教师中国这个戴德生这一项骹是免来宣教，就本来无甲录取，毋过伊足坚持的。伊讲我虽然一项骹，毋过我比2项骹的人佫较愿意要去中国宣教。这戴德生我感动讲无就来啊，来了伊就真正做宣教，去到迄个温州的所在。去温州大家叫伊迄个独骹番啦，就是讲一支骹的啦毋过伊就是足认真，照伊会当做的做大家颠倒互感动着呢。这像一双骹，这人为外国走来到咱遮，
来传福音来宣告，所感动着。所以温州吼，比做中国吼，信主的人介侪的所在，有千外间的礼拜堂，有100几万的基督徒。可即马可毋拿啦，吼，这就是安怎呢？这个人虽然拄了逆境，但是伊吼嘛是感谢上帝，欢喜做主的工，所以伊也无埋怨，伊会当互上帝用遮成就遮大的代志。所以咱定会记得，凡事要照着恳求、祈祷、感谢。保罗特别讲感谢、恳求、祈祷、感谢，甲上帝讲，这就是保罗得胜的秘诀，也是这种都是得胜的秘诀。咱知咱伫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艺人，叫做人叫周董，叫啥？啊，周杰伦。这周杰伦毋是讲伊一声就遐唱遐出名，毋是呢。吼，伊吼要考音乐也考袂起，考几样考袂起。吼，啊，读册吼，伊个人咧读甲人怪怪无共，医生讲你这囝吼，可能智能障碍啥有诶无诶吼。啊，后来就无法度，就去拍工，啊去西餐厅拍工啊，菜店共弄倒，定用扣钱。吼，头家佫无甲 fire 吼，但是有一摆吼。我那可能心情歹，啊，西餐厅底下有一只琴，伊就去弹，吼，爱去弹这个破烂舞曲哦，伊就学啊。迄头家听咧讲，哇，这个人弹得真好听。啊，咱这餐厅都毋免叫别人叫伊来弹，人去就来啊。啊，个弹甲到电视台来翕啊，所以生意足好诶。啊，有机会伊怎会当进入这个乐团？乐团嘛，毋是一帆风顺啊。啊，伊诶老母哦，嘛是基督徒，所以定该为基督该鼓励，就是安尼啊。搁有伊去拄着讲啊，拄着贵人啊，一个刘根宏哦，该共款，啊，着该鼓励，该帮衬哦。哇，比信仰上也一个好诶同伴。后来伊伫演艺事业吼大成功。伊2013年生日诶时吼，伊嘛是安尼见证讲，上帝将音乐诶才华赏赐我，互我伫演艺界有一款诶成绩，我将荣光归予上帝，我要向伊献上感恩啊！伊讲吼，这一切拢是上帝带领甲赏赐。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感恩节，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学保罗，凡事只着恳求、祈祷、感谢，甲上帝讲，感谢。咱不管情形如何，咱若感谢，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祝福你。咱若感谢，就是逆境，上帝甲你同在，你会改变。望咱拢会当成做一个充满感恩的人来蒙福，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我要感谢的代志实在讲袂了。主啊，你互阮会创造的一切，阮拢在享受，互阮会晓感谢。阮有时阮得到成功，毋通当作当然，阮来感谢；有人听阮，阮毋是当然，阮来感谢。主啊，你透过这个人帮助我，阮来感谢。我毋但感谢上帝，阮爱较学习会当人感谢。主啊，相信阮会当感恩的生活，阮日日着平安，着喜乐，好的困眠，阮好的胃口，阮有勇健的身躯，阮有行通的道路。主啊，求你祝福阮有从教会正兄弟姊妹，阮献上感谢，献上感谢这事来荣耀你，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性命。阿门。而且咱这时吼，咱就是要来感恩节的奉献，咱来吟这首。我今日特别选315首吼，天边云天真正大。无表示讲咱逐工拢是遐顺啦，吼，咱拄咧疫情，也是一个逆境，但感谢主，咱着感谢。咱起立来吟315首。雨龙的
过头唱。天北阮连真正大，日日在因传，无论风雨也变迁，伊拢会作伴。咱着照亮伊的阮，日日永有存。好彩的艰难免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定甲因传，互咱阮天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因是无天地拢总相欢喜？伊定甲因传，伊定甲因传，互咱阮天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乐。为啥因是无天地拢总相欢喜？啊，这请坐。啊，这咱只是要来奉献。咱会当吼，迄个为这边吼先出来，迄边出来，啊，才搁倒转来安好。咱过去拢安那，啊了可能先我对遮，为先我对待先我。会当做伙，咱这边嘛会当开始啊。这个开始。咱小等奉献了，咱才过来敬徛要敬迄个摇花祝福妈妈。咱真会使来敬这个摇花祝福妈妈。摇花祝福妈妈。田中的白灵丝，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想思真福气，予地上我的假使，无你听人为根基。我轻松一命永无散，赞扬的白灵心，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想思真福气，予地上我的假使，会出疼痛的根基。要好我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沙，阮的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轻松一命永无散，山中的白灵丝，山中的白灵丝，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
像花的假实，现出疼痛的根基。也予我将我默默，亲像海边土沙，阮天主爱你到万世坛。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我伊的歌声，我若轻松伊命永无煞。摇花祝福妈妈。也予我祝福我。那这些人起立来唱。亲像海边土沙，真情就爱你到万世代。我要手敬拜伊，出我伊的歌声，我若轻松伊命永无煞。要我祝妈妈。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沙，阮天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要手敬拜伊，出我伊的歌声，我若轻松伊命永无煞，我若情伤。我若轻松伊命永无煞。主耶稣，阮要学了称颂你的名，永无煞。阮为着阮伫疫情中有你的保守，阮要感谢你。伫阮有拄着艰苦时，有你的扶持帮衬来感谢你；有时阮拄着哀伤的时，有你的安慰来感谢你；有时阮拄着危险的时，主你保护阮，阮感谢你。主有时阮毋知要行头前的路，你透过有人若唱天使来带领阮的路，互阮会当一切顺遂，阮来感谢你。主啊，阮爱像保罗，凡事借着恳求、祈祷、感谢，将所要爱、所拄着的、所领受的，会当透过祈祷，甲上帝讲，献上感谢。赐平安的上帝，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帮衬扶持，互阮会当伫头前的年，咱会领受上帝你的祝福，搁互阮咱会当献上家己，诚做你的车用来荣耀你，互主你的国不断扩阔伫地面上，直到主过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闭会。